天都要打扫精灵小屋，好累哦，肚子好饿哦，肚皮耶，真的肚皮耶！啊，听说魔法街的美食展好像有很多好吃的东西耶！哎，西瓜经理，你知不知道街片有马该好吃的吗？街片有马该好吃的吗？哎呦，就是在问你那边有什么好吃的吗？哦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去看看啦。肚子好饿。哎，优妹，那你觉得我应该吃甜甜圈，还是汉堡，还是饭团？对。等一下，你得会慢的，我走马街。阿迪古，你是说你们是谁？要做什么？对，你得会慢的，我走马街，我保护你们。是我们啦！你们怎么大惊小怪的？你们怎么戴着面罩啊？对啊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魔王怕坏人来攻击我们呢。不要害怕啦，这个面罩是我跟芝芝精灵刚刚去美食展抽到的哦。没错，想说既然都抽到了，就把它戴起来啊。没想到你们居然这样被吓成这样。哎呦，叽里呱啦！你要是突然看到有人戴着这个面罩出现在你的面前啊，一定会吓到的啊！真的。被你这样一说，好像也是哈。等一下，呀，黑马给米西，很熊哦。阿迪哥，你刚刚在说什么啊？我说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好香哦！你们没有闻到吗？对呀，我也闻到了。好像是从这边传来的。你是在说这个吗？这个是我和哆瑞咪精灵在美食展买到的。对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买这烤番薯的时候还可以抽奖抽到这个面罩哦。烤番薯，拍番薯，很勇敢赛，我的口水快流下来了，很熊哦。哦，肚子很饿的时候又闻到这么香的味道，肚子就更饿了，肚皮耶。那我们还聊什么？我们赶快去美食展吃好料啊！好，这边走，先还我，我带你们去。哎，等一下，哆瑞咪精灵、芝士精灵，你们两个不是刚去过了吗？所以我们很熟啊，我带你们走，来，跟我帮你拿，好重啊！没关系，我自己拿就好了。我来，我想吃。街片有马街好吃的吗？意思就是那边有什么好吃的吗？对，黑曼尼，爱做马街。意思就是你们是谁，要做什么？呀，黑马街米西，很熊哦。意思就是这是什么味道？好香哦！金文义，今天的课语大家有没有都学会了呀？学会了，很强哦！今年树上好，风吹不会用，哎呦娘为安利好，一番树对桌上，落雨天空会翻树啊，先做些土窑，嘿哟唔掉去咸菜，爱掉落去风，几片用力拍打拍过来，一片拍打拍过去，拍过来拍过去，拍过来拍过去，拍来拍去拍来拍去，像是翻树电叉。今年树上好，风吹不会用，哎呦娘为安利好，一番树对桌上，落雨天空会翻树啊，先做些土窑，嘿哟唔掉去咸菜，爱掉落去风，几片用力拍打拍过来，一片拍打拍过去，拍过来拍过去，拍过来拍过去，拍来拍去拍来拍去，树有娘为好听嘞。今年树上好，风吹不会用，哎呦娘为安利好，番薯对桌上，落雨天空会翻树啊，先做些土窑，嘿哟唔掉去咸菜，爱掉落去风，几片用力拍打拍过来，一片拍打拍过去，拍过来拍过去，拍过来拍过去，拍来拍去。
去，攀来攀去，熊是番薯